水阁好，国称解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水，解水，解文说语。好朋友，踮伫咧社会，伫咧行搭，无论做倒一道，拢有上界艰难，别人唔知影的苦楚。你像广告乐天的广告，较早一定咧讲你唔通感觉讲广告轻松呢。即今卖去头下五乐天咧掠两外，掠到尾啊啦，变做金外啦。对，广告原来有广告的辛苦啦。啊，毋则讲，永早讨海人有一句俗语话，你讲要去乌影，唔去吊顶，就是讲当咱若唔出门吼，无米阁无菜，就爱顶吊起来，吊伫咧壁边啊啦。安尼叫做唔去唔出门吊顶，结果要去咧，风影遮尔大，日头都还袂出来，毋则讲要去乌影。讨海人上界艰难的心声，就是即句古早的俗语话。啊，莫讲讨海，做生意原来有做生意的艰苦，甲做生意的为难呢。永早原来一句俗语讲：生理在半天，性命在眼前。对，看到生理要平，人毋则过去，人伫咧讲，做的生理啦，啊若袂做的吼，老爸讲袂做的就生死，用性命咧搏呢。安尼叫做生理在半天，性命在眼前呢。啊，即马吼。半讲笑啦，人无讲袂做生死人，有人话讲吼，会做的生理啦，袂做的吼生死啦，对啦，生命在眼前，你唔通赌强呢，唔通讲目睭看到过骹踏就好，这就是生理人的风险的所在呢。对，啊，就是呢，安尼生，毋则做生理人有一句定定咧流传的话，讲卖火头下火底。有哪有人讲这趁火头下火底，头啊物件进来，大家烧钱要买介绍好，结果到落尾该退掉的拢退掉。本来200的物件，150嘛得卖，甚至150嘛得爱销呢。物件放伫咧厝内都无钱，都爱换现金转来。毋则讲做生意，我哪有做生意的为难？啊，总是啦，做生意啦，第一要紧啦。咱爱甲人照起工，爱甲人照步来。咱伫咧讲，我也无甲你念价，你也无甲我出价啦。意思讲吼。我无甲你涨官价，即句念价就是讲，我继续甲你压好官才互你出啦，无啦，我就不理价啦，你也无甲我出价啦，正钱来甲我买啦，我就要用好的物件来卖你，安尼叫做啥？俗语话咧讲，安尼叫做凊头是路头，信用好做本。原因就是讲，咱就爱甲人照起工。唔通干叹口罩，唆使人冤家有情差；唔通食人的凊头，因为凊头若长，路头就长。你若无甲人照起工，你安尼共专家共偏共接，到落尾人会风声呢？人风声讲吼，但迄主吼就无咧照步来咧。本来一斤的物件，伊称落去变斤2啦，加甲体啦。安尼叫做凊头是路头，啊做人做事拢共款。就是头拄啊，国政伫咧讲下半句即句俗语，讲叫做信用好做本。人若信用好，虽然啦有当着啊坎坷甲跋倒，人会伸手甲咱牵咧。毋过你若信用歹咧，一摆就结束啊。人生前途、事业到遮，就无再得发挥到乌有咯。信用是第一要紧的代志。